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阿聰啊，我哋合作咗好多次啦，同埋我哋又攞咗攝影師眼中最具魅力男演員同埋女演員獎，咁叫我哋頒呢個最佳攝影獎啱啦。冇錯啦，香港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咧係最犀利嘅眼，靠佢哋咧去捕捉演員嘅魅力。大家睇睇熒光幕啊！咁啊，真係要多得一班嘅攝影師，透過構圖、燈光，再加埋劇情咧，先至可以捕捉到演員嘅魅力。但係 Chris，我想睇睇你嘅平時嘅照片。嗱，蘇玉蒙嚟講咧，你都仍然係好出眾啦。其實嗰啲攝影師話咧就難佢唔到嘅。大家唔該又睇睇我嗰啲啊。嗱，呢啲就考到功力啦。我哋一齊睇下入圍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攝影包括余正慶《女孩》，梁銘佳《再見 UFO》。Sian Mitchell、Richard Block， 風林火山。謝宗道，《尋秦記》。包顯明、張元龍、原案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得獎者係 Sian Mitchell、Richard Block， 風林火山。Sian Mitchell、Richard Block 兩人首次入圍最佳攝影就成功奪獎。OK，由我嚟帶領，多謝。